可以嚟我鋪頭送半磅叉燒俾佢咧？咁佢又當然好啦，佢又唔犯成本嘅，咁大家就咁合作。咁我由嗰時開始就比較多咗客人嚟啦。最旺嘅時候，主要係咧都係叉燒為主啦，可能大概100磅左右。我初做鋪頭嘅時候都好辛苦，付出都好多努力。我好記得頭嗰4年半我都冇放過假㗎，只係其中有一日身體好唔舒服，好暈，直情係落樓都落唔到，就冇辦法啦。嗰日就真係冇出鋪頭做啦。咁之後就決定逢星期一就休息，咁同啲伙計大家一齊休息。日日喺鋪頭賣力工作，除咗係為咗生活，同時亦係希望自己嘅手藝得到認同，將呢一份香港嘅味道繼續發揚光大。有啲客欣賞我做嘅嘢，我當然係好開心啦。一則有生意做，二來自己都有滿足感啦。你自己諗翻鋪頭最後一日，即係叫做光榮結業啦，都係有唔捨得㗎，付出咗咁多心血落去。雖然 Danny 師傅嘅燒味鋪已經結業，但係有一個人仍然係好掛住當時鋪頭嗰隻味道。中意以前鋪頭嗰啲。係咩？自己嘅味道可能因為Danny 師傅嘅女女喺多倫多出世，佢對燒味嘅喜愛完全係因為爸爸係一位出色嘅燒味大師。你食咗我啲嘢咁耐，中唔中意㗎？中意。最中意我整啲咩食啊？叉燒。叉燒都係記得係爹哋啲叉燒嗰啲最好食。以前爹哋個鋪頭，我成日都叫啲同學去幫襯。喺多倫多生活咗幾十年 ，Danny 師傅一方面努力為事業打拼，將港式燒味做得更盡善盡美；另一方面，佢亦好享受呢一度寫意嘅生活。係咯，我自己覺得多倫多嘅生活係比較穩定啲、平靜啲，都幾適合我自己。我覺得係夏天都多啲活動㗎，可以出去踩下單車，或者帶隻狗喺後面玩下都好舒服嘅。如果冬天或者有陣時都去滑雪啦，已經適應晒多倫多嘅生活㗎啦。如果要我返香港，可能我都唔習慣添。做嘢快啲都係有需要㗎，但係生活有陣時都可以放返慢一啲，因為呢度個生活比較上覺得係冇咁大壓力。人同人之間嘅相處亦都比較友善啲，可能同大家個生活空間大係有關係嘅，我自己覺得。燒味係香港嘅代表美食，唔少燒味大廚嘅心願都係可以將自己嘅心得同手藝一代一代傳承落去。